咱必办心。喂，喂，主甲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死今仔日算，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纳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好，请坐。启应文第39篇。启应文第39篇。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这声万国拢会以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圣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为用刀拍做犁头。这国无过夜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着来。咱三甲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你是创造宇宙完美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也是感谢你，嘛顾念每一个人的需要。无论伫厝里、伫教会、伫公司、伫学校，也是叨位所在，你甲阮伫地，加添咱的快乐。主啊，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专心得意来到你的面前，甲献上家己，互主你来使用。互阮参与伫教会的事工，虽然阮毋是完全人，但是求你，互人看见阮的性命，就亲像看见主你一只。互阮看见忧群的需要，超过家己的软弱，搁较济去服侍别个人。特别为着今仔日要就任的长职、团契的会长甲同工来祈祷。主，阮知影你的恩典够也，但求你帮咱，互所有的同工哪服侍哪快乐，因为有上帝甲咱伫地。煞遮教会有圣诞节，也阁有足侪的活动。求主呼召搁较侪人三甲来参与伫遮的活动，搁准备。求主会用遮个活动，互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嘛互所有的同工伫这个过程中会当搁较侪经验主你的同在。我嘛为着有病痛、有需要的人来祈祷，求主的安慰甲医治，特别来领教。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请雅音。
咱多谢甲音足水的歌声。即摆来读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15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15节。耶和华讲：我的百姓行去离埃及的，伊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着独工的来呼叫，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迄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冷甲味的地，就是迦南、赫、阿摩利、比利洗、希维、亚布斯遐个族的所在。以色列人呼叫的声，够互我听见，我也看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上帝讲：我是虾米人，通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伊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恁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摩西对上帝讲：看啊，我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恁遮，因若问我讲伊叫啥物名，我要甲因讲啥物啊？上帝对摩西讲：我是自人之人呢。佮讲：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自然的找我到恁遮。上帝佮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找我到恁遮的，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我永远的名，这是我的纪念到万代。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出来的人。讲道。请张牧师，请咱做伙同心，搁一摆来祈祷。主啊，确实，请你引带阮，经过每一天的日子，阮感谢你，伫秋天真水的天气中间，阮受你的听、你的恩典的吸引，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遮。主，你是创造阮每一个人的上帝。你知影，这是阮每一人心内的意念，阮心内的思想。检查阮为过去一礼拜久有真侪野心，有真侪懊恼、后悔。检查过去一礼拜，阮有真侪喜乐，真侪感谢。总是阮知影，每一个所拄着的代志，拢有上帝你会摄你甲你的引带。通过这个事件。要互阮哪亲近你，求你引带阮每一天的日子。特别阮中间有真侪年纪已经渐渐年老，阮敢若对日时行到黄昏暗时，阮会去面对迄个黑暗。总是亲像诗歌所讲的，当阮困醒天光的时，迎接迄个新的开始，是上帝你永远要赏赐阮的。当阮咧跑走人生的道路，不管头前咧等阮的是光明、是快乐、是平安，也是黑暗、试炼、艰难，天父恳求你一天一天来引带阮，也互阮知影，你是掌管明仔载的上帝。你互阮的一日的艰苦，阮一日来担当，也伫即个艰苦甲上帝同行的中间。去体会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你会通成做阮的避难所、山寨，成做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不管头前咧等阮是甚物，有你三重行，天父阮就无惊。感谢你今仔日，互阮伫遮来敬拜你，搁一摆来定心对顶面得到你要赏赐的平安、快乐甲喜乐，来面对当阮离开拜堂。伫阮的家庭、阮的职场、阮的身体、阮所面对的一切，祝福阮得胜，搁有春。因为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阮就勇敢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恳求。阿门。
今仔日临时换做服侍的呼召。我想伫最近世界各国拢咧选举。今仔日日本自民党因爱选出，是毋是石破茂也会通继续做宰相？大概咱永远等伊就知影，伊的政党是毋是有掌握议会多数的人数？过10天了后，一个更较大的选举伫美国11月初5，佫剩10天，到底要选出川普还是贺锦丽？虽然这是甲咱无共款的国家，总是我相信伫民主的阵营内底，咱拢会感受，这两个所选出来，甲咱拢有关系。咱当然无投票权，总是日本也是美国这些选民，因要用因手中的选票，呼调出什么来领导。这个领导者毋但对日本、对美国，我想对台湾、对全世界，拢有极大的影响。这届选举非常的曲折离奇吼，对拜登政权换将退选了后，然后川普美国2届暗杀的事件，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一个社会为着竞选拆利，在台湾咱拢经验过这个代志，变成分裂的社会。当然，毋望将来选出来了后，伫民主的精神内底。大家拢会通尊重这个多数人的决定当然对少数人的意见这个领导者因也会通听会落去。所以这届选举，我想咱特别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因为这也关系到咱台湾的前途。这个人真努力要争取这个位，当然这个位有足大的权力有时会想讲。根本就伊无需要去做这个代志，因为这个职位责任真重总是若要用物质来讲，伊所得到的物质的报答。美国总统的选举，川普敢有欠这个钱？贺锦丽敢有欠这个钱？总是为着讲，因为我伫这个位，我才有迄个气力去做改变国家世界的这个工作。所以真毋望讲因今仔日真努力要争取选民的这个选民的赞同来投因，毋望因毋是为着这个职位背后真大的权力，也是讲真大的利益。所以我想咱也会通看见，这个权力位置对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优势。伫过去咱台湾的经验内底嘛，看见足侪伫权力的下面腐败的现象，本来互咱感觉是一个新的气象，一个新的政治，一个真好的。总是当摕到权位、坐到迄位的时，人会腐化、会败坏。这伫咱无完全的人内底，拢需要去避免这种的优势。所以李登辉总统。但伊讲这句话，实在需要，不管你伫什么职位，咱若有能力通去管理的时阵，常常放在心内。百姓大多数人因心内所爱，会定伫这个领导者的心内。我尽量去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因的需要。所以真期待就是。因用基督教的精神来看见主耶稣讲，当时的百姓伊的学生内底认为讲，耶稣你是弥赛亚，你的国临到的时阵，因所想象的是亲像地上的国度，你做王正平就互我，倒平就互某人。大家伫迄个时阵开始，到迄个国度还未临到，因就开始咧抢位置所以耶稣甲因提醒讲伫天国的伦理甲世间呢是无共。伊讲恁在外邦所准做领军的，伫外邦做国王的，因拢咧做主人来治理。我徛悬悬来治理我的百姓。
因要管辖，因为我有迄个官兵，所以我管辖即个属伫我管的百姓，也是去影响遮个人的生活。所以耶稣讲，独独恁中间，袂当站在那个位置看代志。你爱做从最基本的，做大的爱做恁的妻用，爱做恁的奴仆。所以这段圣经，伊甲伊讲，亲像弥赛亚道成肉体，用人的囝的身份来到世间。虽然有万国的王万主的主，总是我来，毋是要妻用人，毋是要治理，毋是要管辖。我来是要服务，我来是要甚至献我的性命，为着这位，我性命都会通来为着这个人来牺牲。所以，一个是徛伫官顶的，是治理甲管辖；一个是从底下用公仆。当然，这个观念伫民主的社会，伫选举的时阵，咱拢听会到。这个百姓是总统的头家，选举的时阵拢安尼讲，到迄个位的时阵，伊是正人的头家，都无安尼啊。所以，毋是治理，毋是管辖，却是服务，却是做妻用的。所以今仔日咱要三角来想，就是特别用这个题目是咱2礼拜前13有选出咱的长老甲执事，各团体最近陆续也拢有开会来选出会长、干部等等遮的。大家投票来选这个人出来，就是认为你有迄个服侍的心，你有迄个能力来服侍上帝、甲教会以及咱众人。咱今仔日选出来长老甲执事，若照咱目前台湾基督长老法规是有4年的时间。上帝伫未来4年会交代你一寡使命互你一寡机会，也通过你的才调去完成伊的心意，伫咱的教会内底。总是伊今仔日呼召咱讲，今日来，我要找你。我想毋是干那，今日这个讲道绝对毋是干那。为着长老执事，甲这个团契会长干部，今仔日伊的呼召是所有受到恩典、受到救赎，所有基督徒，伊拢咧找见咱。今日来，今日来做礼拜，今日来看摩西咧，然后你离开，我要找你进入伫你的家庭，我要找你进入伫你的职场，伫你所有通影响的范围内底，来完成我交代你的使命。所以是今仔日，毋是干遮个人，是咱所有人回应上帝呼召、承担使命的这个日子。我伫第一遍开始做传道、做全时间呢，然后拢有就任式。我第一届我就感觉一个真大的冲击，因为圣经教示咱侍奉是做奴仆。咱无人咧请迄个来厝里做工的，佮家己做一个就任式。咱无人讲仆人，我就爱佮就任。总是咱的教会真慎重，伫遮佮一届来确定遮个奴仆，遮要来服务咱的人，佮一届伫上帝面前来入约，伫众人的面前来入约，来正式将这职分真慎重来交代你。所以咱承接这个责任，但是真重，就为今日开始。就任了后，咱是做奴仆，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众人。我相信，咱中间所有人可能拢有这种的想法，亲像当时想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时阵，拢有迄种的犹豫，有迄种的犹豫。两个问题就是：我敢有够格？我敢有够格？为什么是我？我圣经都读无透，上帝真理我实在是也无讲真了解。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的社会经验、我的待人处事、我的人格，我无可能啦！要叫我安尼真难。敢是搁较好的人，教会内底人才满满，为什么是我？这个是咱可能第一个问题。你可能是讲，我不够格了，我不够格。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甚物人？你为什么官兵听好来号召我？政府有官兵来号召讲，所有男生20岁拢来做兵，伊有官兵来讲，你做4个月，你做1年，伊就迄个官兵，因为迄是整个国家福音迄种的官兵。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咱受呼召的，除了是咱正人伫圣神的感动下面，感觉你适当来呼召你出来，背后毋是这个会友咧呼召你，事实上是上帝咧呼召你。上帝有官兵通来查看你也无？你有想我甲上我都无啥熟悉你啊！我想兄弟姊妹，咱去一间新的公司。你甲头家你嘛无，你嘛毋是遐熟，所以头家话就迄个官兵，就迄种的讲，你去做这，你去做这，因为我领你的薪水啊。总是伫教会侍奉毋是安，因为伊是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伊是我人生的主，伊绝对有资格伫我的生命中，伫我的家庭，伫我的职场，伫教会内底侍奉，伊有资格通来要求你回应伊的呼召。所以基本上，咱头先讲的是2个问题，一个是我是甚物人，伫上帝面前我是甚物人，你是甚物人？对我来讲，你的角色是甚物？咱大家伫人际关系，咱拢真清楚你我他。我伫咱们教会，恁叫我做牧师，所以我教会兄弟姊妹，我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伫家庭内底，我是阮太太的先生，我是阮囝的老爸，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领域内底，我伫社会上，我是医生，我是老师，我是什么款的身份，所有关系拢伫。你伫迄个关系内底，你爱真适当来表达出你迄个身份应该有的行为出来。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同款安尼。我是甚物人？你是甚物人？你今仔呼召对我是什么意义？这是咱今日下面第一个是我是甚物人。所以，咱家己对家己的自我定位爱真清楚。伦理内底这齐景公有一届去问孔子讲，要安怎治理啊？孔子甲伊讲真简单啦，做一个国王爱行国王的款式啦，做一个百姓，做一个神，你来做神的。做老爸爱成老爸，做囝爱成老囝。如果你这个伦理、你这个关系无清楚，你无路通治理。咱伫社会新闻内底看足侪，迄种的咧做老爸，恁的儿还是各方面这个款有资格通做老母？你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真清楚我的身份。今仔日我结婚。我诚做人的太太、先生，我有我爱扮演的职分，我要安尼料理这个家庭，我要安尼迄落，迄个是真自然，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咱所会通知。所以认清自我角色的问题，有清楚的定义，才会通合宜扮演应有的角色。今仔日大家选我来做长老，大家来选我做执事、做团契的会长。有因的期待，有因的想讲，望讲我会通安怎通过我的服务，上帝互我稳定，以及上帝甲我同工，我要安怎互这个团结、互教会福音、互所有的人得到好的照顾。所以我是甚物人，咱爱清楚。服侍的由于上最就是，你看摩西受呼召的时阵，第一个问题就讲，我是甚物人？你甲我差派去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咧。我是逃犯呢，我是离开埃及的时阵是杀人犯的身份。我秘伫旷野捌秘40年啊！你即摆叫我自投罗网，搁返去埃及。对方是法老呢，我是一个杀人通缉犯呢。我的身份要安怎完成你的使命？这个疑问是真自然的。上帝呼召你的时阵，
等咱10月13选举了，你可能咱当选的转去的时阵，嘛是安尼想。我是甚物人？对教会我无熟啊，圣经我无熟啊，我毋知要做甚物啊。这嘛是亚利米所讲的。伊真少年的时阵，上帝就呼召伊来做先知。亚利米讲：嗨啊，你找毋着人啊啦！主耶和华，你看，我袂晓讲，我喙齿真钝。这某生嘛是安尼讲，我袂晓甲人计较啦。我少年啦，我们会有很多的对咱家己自我的了解。确实，逐个人有伊的温顺，甲伊的性格。总是上帝对伊安尼讲哦，我若有找你，我就会甲你做伙去。所以你毋通讲你是也少年，你无得惊，因为我要甲你直地，我会做你的支持，做你的帮助。这是耶和华讲。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予咱的一个应允。所以上帝呼召的时阵，咱会通看圣经两个字，就是看家己真无感觉，我无够格；一个是看家己伤悬计较甲一寡代志处理了歹去。有个人就是讲亲像今仔日众人选我来做一个首长，我有这个权柄，所以我滥用迄个权柄。那法律有咧约定讲，你会通做这，会通袂当做这，总是因为我有迄个权，所以我暗中来争取一块，迄已经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啊。所以嘛有一寡不值，就感觉我真大部分伫教会咧呼召、咧选举、咧做会长，同工的拢是感觉我无资格啦。我都也毋知，我无迄个时间啦。大部分拢是安尼，总是嘛有迄种的感觉，得到这积分了，就目空一切，就感觉家己上厉害。所以保罗提醒罗马书12章讲，我凭着上帝予我的恩典我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来看家己，要看得合宜啦。毋通盘过所应该想的。今仔日教会毋是牧师上大啦，毋是长老上大啦，毋是甚物人伫这个教会上久讲上大。你要知道，咱拢是受呼召的仆人，所以所想着按份来想，照上帝赏赐咱逐人信的分量。上帝予咱逐个甲伊迄个关系拢无相像。你甲上帝即个关系会影响你对家己自我的认捌即个是大部分拢是过与不及。所以较早迄段圣经若是中文的，可能较会清楚讲。保罗讲：我凭着上帝赏赐我的恩典智慧，甲恁逐人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咱买堂讲，不要看自己太轻贱，妄自菲薄。你照上帝所分予咱逐人的信心的大水，看得合乎中道。今仔日咱会通接触真侪人，伊有伊的性格，有伊的能力咱家己清楚。所以有时咱伫即个中间会听到一寡批评的声。当然，若有我尽量来改进；若无，这是做家己一种的勉励。所以摩西亚里的问题是属伫迄个感觉，我无资格，我有啥物权柄？我凭啥物转去？敢若一箍人转去，这以色列百姓要听我？而且伊用足侪理由讲，我袂晓讲话，我不善于跟人交际，这拢是咱的理由。你找别人，你找唔到人去啊！所以大部分伫教会，老实讲，我今仔也伫遮讲一解大部分伫教会要选中职，大家拢用我无资格啦，我无时间啦，我无这个能力啦，我唔知影，我圣经都唔捌读甲遐清楚。老实讲，牧师对真理的了解嘛真有限，千方百计来迄落。所以我伫美国的教会，我捌要求讲，只要你个别过信仰，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的会籍伫即个教会，
只要合伫法规的规定，这三个，咱台湾基督教是70岁以上都袂当做中职，这是法规规定无法度。只要这三个，你的会员就伫遮，没有辞选的问题了，袂使死啦。大家认为你适当，要选你出来，你就应该勇敢来承担。总是另外一个例，就是变做我互选出来，总是大家唔知影我的困难啦。我经济压力足重咧，我有4大人有囡仔，我爱足侪时间伫遐。我即马拄好接着做教授，我无法度时间通伫教会侍奉。大家唔知影你的困难，所以你会通莫上任。无时选总是你莫上任，你莫上任的时阵，我拢尊重讲，因为你有困难，众人唔知影。我无，这是变做你甲上帝关系。所以你莫上任的时阵，小会、中职会团结才来想讲，咱欠这个人，咱要来补选无？所以甲分做真清楚，大家拢有义务来侍奉上帝。总是大家人拢有个人的困难，你唔知影。所以毋望将来，因为伫教会最近的选举真多，还未选举以前，就已经放掉讲，莫选我啦，我无迄落就辞选的问题。我想这毋是一个基督徒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这个是大家感觉家己无资格。另外一个圣经感觉受超过，就是他逾越他的职权吼。这个故事是伫撒母耳上半10章的。撒母耳甲扫罗甲伊抹油做王了后，就开始有战争啊。非利士人伫吉甲组织兵要来攻击以色列，所以撒母耳甲扫罗讲：你提醒我落去吉甲迄个所在，我嘛会落去。你伫遐听候我7日咯。我到遐的时阵，咱要战争以前，我要献祭。我会指示你，就安那来行。撒母耳的交代真清楚，扫罗有听。当时君王祭祀的这分甲真清楚。献祭虽然你是王，你无迄个官兵通好献祭，所以扫罗伫遐伤急啊！真正有等7日啊！等7日总是撒母耳还未来，还未到吉甲。扫罗看见我组织的兵一个一个开始咧溜啊，百姓离开伊四散去。所以扫罗伫遐讲：迄个烧祭、谢文祭摕来，我来献就好。伊就献烧祭，拄好明白伊献祭了，那上帝拄好撒母耳拄好到。差一瞬总是已经做成错误的代志。扫罗出去迎接撒母耳，要甲伊请安。撒母耳讲：你做什么代志？扫罗讲：你看百姓已经咧四散去啊！我若无管伊先甲献祭，我无能力、无够兵力去甲非利士人争战，所以我就逾越他的职权，勉强来献烧祭。撒母耳甲伊讲：上帝为的时间，为的方法。今仔日这个积分，毋是你的积分。你做祭司，你想讲你国王党拢会使做，但你毋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你无守上帝命令，这就是超过家己的积分。保罗是一个互咱会通学习的对象。保罗伊自我认知是：我是迫害基督的人呢，我是咧掠基督徒的人呢。所以，伊伫提摩太前书讲，有一句话通信、通照正来接纳。耶稣基督临到世间，是要救有罪的人。咱所有罪无完全的人，伊拢要拯救。总是其中，我感觉我是第一摆。伊看家己真假啦，因为我是咧迫害基督的人。总是伫服侍上帝时，我这个上歹的歹人，竟然上帝也要使用我，那其他人都有资格了。因为我得到上帝怜悯，所以伊调我这个上无资格第一摆的人，互人看伊讲迄个迫害基督的人，都会通做使徒，都会通传福音，做上帝差用。
那大家都可以啊。保罗家己认为讲，因为我是安尼，是咧显明上帝吞论一切行逆伊的人，来做后来信靠伊永活的人的一个模样。所以家己角色伊知影，今仔日我受呼召起来是上帝恩典，也因为连迄个人会通做牧师，我是安那袂当全时间来奉的。迄个人会通做长老，我做比佫较好。我们会通有这种的认知，所以保罗伊家己知影，上帝恩典是要通过我这个最没有资格的人来显明伊的恩典。伊诚做咱伫这个属福的内底，我上帝这个关系自我认知上好的模范。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我是什么人，知影了后，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官兵通来呼召我？为什么你呼召我都要来回应？咱会通讲，摩西替咱众人问一个上重要的问题：有时咱讲上帝你是什么人？我要哪甲以色列百姓讲迄个有人有迄个一个神找我来，我要来介绍。上帝对摩西讲：“我是自然而然的。”你就甲以色列百姓讲，迄个自然的找我到恁遮，这有一点。你若看中文圣经是自由拥有，我嘛不晓介绍我家己，我要安怎讲？早伫地，现在伫，永远伫地，我是迄个一切的开始。第二项，伊也搁甲摩西讲：我虽然是自然而然，总是我嘛是恁祖公的上帝。可能恁伫埃及40几年，已经唔知影恁所敬拜上帝耶和华是甚物款。总是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这个摩西问的，这个上帝回答，提供咱足好的一个上帝家己自我介绍。因为圣经讲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解释。我是第一个因素，我是时间甲空间的创造者，我是一切的开始。你即摆看到这物质的世界，这宇宙万物，甚至是你甲我的性命，当一粒受精卵开始的时阵，就是有上帝是创造活命伫内底，伫我一生的中间，伊一直咧引带我，然后有一天肉体活命煞了，他还是我们的上帝。我是自然而然，我是创始，一切开始。将来有一天检查一切结束，我是自然而然的。第二项是，我是对人类的历史，对我的百姓真有兴趣，会加入伫你的生命中间，伫人类历史中间的上帝。我不是高高的存在，我创造了，我就无咧插人类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国家兴起兴起衰败，我拢无咧插。有一个新学的论点就是安尼，迄个上帝有创造了，伊就无咧管啊，他就让你们自生自灭来迄落。总是伊出来第3章甲咱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是介入伫人类历史的上帝，是亚伯拉的上帝，是以撒上帝，雅各的上帝。昨昏咱有一个会友要求我讲阮阿祖阿公老爸的墓将要捡做伙要摕去平安堂。伫迄个中间，我就真深的感受，因为咱算真几代基督徒，总是伫敬畏上帝内底，伊会当讲，这个上帝是我阿祖的上帝、阿公的上帝、我老爸的上帝、我的上帝，将来嘛要做阮囝的上帝。伊介入伫人类历史内底，介入伫咱生命内底，伊对咱有真大的兴趣。所以，当上帝甲摩西讲，你去甲介绍，我是每一个世代，一代过了又一代足紧的，一代过去后一代来，人类历史已经遮尔侪年啊。
上帝永远存在啊！所以咱定咧讲，伊早伫的、现在伫、将来嘛永远伫的，是每一个世代人的上帝。另外，伊嘛讲，我是甲亚伯拉罕立约、以撒立约、雅各立约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恁检查已经袂记哩啊，总是我应允要祝福伊，互伊的子孙做做，要互伊的国永远存在。我无袂记哩，我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立约，所以你今日伫埃及咧受苦，我有义务，我有迄个责任爱介入，要拯救恁离开遐。所以路加20章，耶稣讲，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是咱肉体的死。总是伊是一代一代正人的上帝，直到永远，直到咱伫永远的活命。因为伫伊遐人拢是活，可能永远沉沦，也是永远得到迄个活命。所以上帝心意是要拯救带领甲束缚。所以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虽然世间真乱，北韩阁派3000个兵，啊派几个人要去伫苏联，要去乌克兰，咱也烦恼讲，这演习啦，咱这战争，黎巴嫩甲伊朗甲以色列，上帝毋知当时要介入，咱毋知。总是因徛起伫埃及，因的困苦我有看见。伊咧哀叫的声，我有听见，所以当我落来要救因，上帝会介入在人类的历史，上帝会介入伫咱人生中间的这个部分。检查你伫痛苦的中间，我要拯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我的心意是要带恁去到迄个迦南地。今仔日咱的家庭，逐个人拄着无共款的问题。咱有可能有爱长期照顾的人，咱有各方面的。总是我的心意是要落来救因，进入伫迄个迦南地。总是我无爱家己做，我要求你来甲我同工，打你来，我找你去，你代表我去见法老，带百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捌想过，上帝敢无能力家己解决人类的问题？他如果真的直接介入了，忽然间，乌克兰甲苏联已经拍3年啊！上帝若安尼做，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上帝伫历史内底所显现的就是，伊从来不单独行动，伊一定拢邀请人来甲伊同工，来完成伊的旨意。所以我要落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总是也请你来替我去见法老。所以伊要邀请咱来甲伊做伙，互这个世间百姓更较好的所在，互伊的旨意会通更较来实行的所在。你会通出来，我靠上帝管理。所以咱受测气的时阵，咱毋是单独的，每一个时代伊拢有同在的应许。所以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到迄个约旦河边，伊无能力通入去的时阵，上帝通过摩西甲这以色列百姓讲：恁着勇敢壮胆。虽然恁的领导者已经离开啊，虽然摩西无法度甲恁做伙入去迦南地，总是无得惊无得论，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我嘛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引带来带领你。伊甲约书亚嘛安尼讲。我以前怎样甲摩西伫地，我嘛要甲你伫地。约书亚，你毋免惊啊！我袂放杀你。亚利米真少年，上帝甲伊讲：你无得惊，我若敢找你，我若要使用你，我就会甲你相甲伫地。我会拯救你，会帮助你完成迄个使命，只要你顺服伫伊。最后所离开世间以前，最后一句话讲。我要日日甲你相甲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受呼召，毋是甲长老执事，毋是甲这团契会长干部，咱所有人，咱回应这个呼召，来服侍上帝，伫咱的世代，伫咱的所在，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伫咱的职场。我望咱会通，亲像这个以赛亚先知讲：我伫遮。请你来找我，咱做来读这段圣，这个金句。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之罪啊，
之罪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赛亚6章8节，毋茫这真正是咱的祈祷，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阮亲像保罗，阮是罪人中第一歹，阮的能力不足，阮的信心无够力，阮时常伫引诱试炼中间来跋倒。总是，若是你要通过这个无完全的人来成就你极大的恩典，互众人看见，就是迄种人，伊也会通互上帝来使用。主，阮就是这种愿意互上帝使用的人，愿意帮助阮，亲像摩西领受使命来完成伊时代的任务，也帮助阮来领受上帝你互阮的呼召，完成你互阮伫世间的使命。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咱来吟回应诗，圣诗380首，咱吟第1节，请起立。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留伊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多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举行长老的设立甲奉立，咱请即届受选4位长老来徛伫台前。第一届做长老叫做奉立，以后叫做设立。咱即时要来举行长老的设立甲奉立吼。这点，南门教会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奉立白佑谦、赖明恩、李美心甲胡宗阳做教会长老。伫旧约的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到伫新约的时代，设立智慧长老来侍奉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来管顾上帝教会。长老的职分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体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也做信徒好的模范。这时，请恁来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职分，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也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盖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也无？所以，恁有欢喜做台北南门教会同会的长老，是要用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尊奉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担任长老也无？恁会记得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也无？这是咱佑谦中勇甲明恩，因是属灵的长老。总是李美心，伊是第一任新任的长老，照法规，伊需要受按立，所以这时我要请咱这个教会现任的长老、名誉长老，请咱来头前，咱做伙来按立这个李美心来做咱的长老。咱的现任的长老
以及咱的名誉长老。请咱做伙三甲同心来祈祷。伊要上帝通过今仔日敬拜，阮真清楚，阮也亲像摩西共一样，感觉上帝你的呼召，任务遐尼重大，使命遐尼恶去担当，都是上帝，阮愿意来降服伫你的呼召，特别今仔日奉入李美心来做南门教会的长老。恳求上帝赏赐伊对顶面来的智慧能力，帮助你伫伊的工作、伫伊的家庭、伫伊教会事奉，拢会通应当上帝利益伫正人，利益伫南门教会。恳求上帝帮助有限的人来成就你奥妙的真理、你的旨意。阮需要上帝你的智慧，需要上帝你的同在。若无，我毋敢去行。恳求你特别甲李美心以及阮正长老三甲一个，互阮会通做光做盐，做上帝即个真好的车用来应当你来利益人，互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特别祝福伫李美心的心上。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足久无女长老吼，今年终于有一个女长老，我们那会通性平过来迄个，请现任的长老请继续留咧吼，其他的请回座吼，现任这4位长老请留咧。这时我要请咱受选的执事以及各团契吼，各团契的同工来头前吼，咱今年执事受选的陈怡如、梁家宏、李义新、林祥宇、徐怡兰，请恁来头前。然后我要请各团契为着省时间吼，我要请各团契会长代表，如果是干部你在场，请你起立吼，咱伫遮做伙来使用。相连团契请梅老师来头前，其他的副会长委员请就地站立就会使吼。服务团契王公亮长老夫妇，其他如果你是委员，请你就地站立吼。辅助团契徐怡兰伫头前吼，其他的干部请你起来。磐石王春凤有伫头前无？其他的这干部请你起立，这名单。基石石波刚请来头前，其他的同工请你起立吼。青年团契李主任请来头前。其他的干部请就地来使用。少年团契胡安琪这些，咱顺续熟悉一下吼。我们的少年的一位胡安琪请来头前吼。其他的同工如果在场，请你起立。宪歌队戴连宽队长其他副队长同工请站立吼。助理了永校长副校长请站立吼。敬拜团胡匡瑞在这里。李秀长乐做咱长青乐活的班主任，请来头前。好，我即摆开始要使用，请做伙来回答我的问题吼。恁有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承认伊是万有的主，甲教会的头，佮通过耶稣基督相信三位一体、白子圣神的上帝，恁有安尼相信无？恁有接受旧约甲新约的圣经，通过圣神为耶稣基督伫公堂的教会做独特权威的见证，也是上帝对你圣的言语，恁有相信无？你个人也是伫你领导上帝百姓的时，
是毋是有诚心接受咱教会的信仰告别，以及改革中的基本教理、信仰的精神？确实相信圣经是咱所爱去相信甲去实践的。恁有相信安尼也无？恁愿意伫圣经的权威下服从耶稣基督来执行恁的职务也无？恁爱接受教会法规的治理，遵守伊的纪律，甲同工诚做朋友，伫上帝圣灵甲圣神的指示，甲恁同心协力，团队服侍即个教会甲正人，恁有誓约要安尼行也无？所以你都爱伫你家己的生活认真来跟底主耶稣基督，爱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佮为着互人好好的工作来努力工作，恁愿意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爱努力促进教会的和谐、合一甲纯洁，恁愿意安尼行也无？你答应要尽力用精神、用智慧、用疼心，用恁的时间来服侍人也无？恁做一个忠实的同工，要有份伫所安排，不管是长老、执事、团契会长甲干部来服务教会，伫各项的事工的观点，表现出耶稣基督的仁爱甲公义。恁爱看顾上帝百姓，恁爱安排因的礼拜聚会，恁爱培育因的信心，为着因的需要，尽力来服务。恁愿意安尼做也无？兄弟姊妹，下面这段是对会长，咱会笑，咱坐咧就好吼。大安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正会员、正兄弟姊妹，咱即时是毋是接受白友谦、李梅新、胡宗阳、赖明恩做咱的长老，陈怡如、梁家宏、李玉新、林祥宇甲徐玉兰做咱的执事，以及咱各团契选出来的会长同工，是通过上帝通过咱正会员所选出来，要来引带咱行耶稣基督爱咱行天国的道路。咱正会员愿意承认接纳这个人的积分也无？咱正会员是毋是同意时时为着因来祈祷、来鼓励伊？咱要尊重、服从因的决定，互因会通带领咱来服侍教会唯一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咱愿意同意安尼做也无？所以我即时来宣布，对即马开始，恁就是台湾伫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的长老执事、会长同工，凡恁所做的，不管是恁的言语，还是恁的行为，不管你是咧款待人，还是接物，一切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也可以来感谢白上帝。毋望恁会记得今仔日的誓约。下面这段的启文，请咱做伙来读，我来读，会长做伙来印。文字有分别，侍奉上帝这份有分别。上帝通过无相像的人以及各种的职分来做工。咱逐人有对圣神领受无同款的恩赐，咱合作是基督的身躯。咱做做声，虽然咱有无相像的恩赐，总是国外基督呼召咱同齐来将士好好的积分。咱的工作，咱的祈祷，互伊的教会有路用伫即个世界，通互人无分男女领受恩典，进入信仰，到最后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俾上帝。伫咱共同的侍奉的中间，有特别受竞选做牧师，有的做治理的长老，有的做执事，有的做各团契
的会长甲同工。咱做伙来读，恁中间最大的要做恁的妻婴，恁中间最头的要做正人的奴仆。咱用泡泡来欢迎这新的要甲咱来回座，也拜托。我过来一个晓，来。来奉献，请戴任宽、杨嘉欣结束。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的听头求主赞，听你也过去世间，把我力气献家己，永远全全归乎你。请坐。我来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今仔日来敬拜。咱今仔日拄则有迄个就任，请大家继续为着咱的中职团契的同工来祈祷。礼拜了后会当到地下室做伙来用餐。第二点，小会公告：10月13，咱有召开临时和会，改选任期届满的长老甲执事。顺利会当选出的长老白佑谦、胡忠阳、赖明恩、李梅欣，执事陈怡如、梁家宏、李义兴、林祥宇、徐玉兰。新任的中职任期是4年。第三点，今仔爱餐了后要伫6楼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参加。后礼拜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张雅慧团队的代表来请安正道。第5点是11月17号，咱要召开迄个杜崇信牧师的聘牧的会员和会。台北中会的中委会来主持迄个监选。迄天刚第2场的礼拜，请大家迄天一定爱来参加。迄个杜崇信牧师的介绍后礼拜的公告。
访客的消息。第一点，圣歌队即马开始礼拜日都有练迄个圣诞节的歌，若是有想要爱唱歌的，也是愿意伫圣歌队来服侍的，会当参加来参加。智慧手机班，因为老师请假，煞遮2个礼拜拢暂停。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看。我来代表教会欢迎，今日伫咱中间有2、3位人客吼。有一个陈月娥姊妹，毋知坐伫倒位哦。伊足早以前就伫咱教会，甲伊的厝边吼，叫做罗满吼，罗太太，罗姊妹吼，伊住伫礁安街，咱会欢迎伊来甲咱做伙敬拜吼。特别也有看到咱足久的阿乐啊吼。庄英乐，阿乐是福源乡的公主，住伫讨论岛吼，住伫讨论岛足久，今仔日真意外看到伊，还佫有需要介绍的人无？为什么人特别我需要来介绍无？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咱平安礼咱就献起来吼。大家老咧，看来做伙食饭，就做伙来讲话吼。多谢。上映392首。请起立。大家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祝福、医治，甲今仔日就任这长老执事会长同工，以及阮正大家三德的，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